你就擔心全球經濟就會開始倒退啦。咁啊，即使即係聯儲局下年唔加息咧，全球經濟一樣都會惡化，股災、樓災咧，亦都係無可避免嘅。但係點解楊偉龍你會咁樣嘅憂慮嘅咧？全球經濟衰退嘅趨勢而家已經非常之明顯㗎啦，好多國家同埋地區都有出乎意料之外嘅經濟倒退，例如香港同埋巴西第二季經濟倒退，消息係嚟得非常之突然嘅，各個主要經濟體系都下調佢哋嘅經濟增長預測。幾日前啊，美國國會財政預算辦公室下調美國2014年嘅經濟增長預測，去到1.5%。美國都唔係太差啦，日本嘅經濟增長預測啊，下調到只係得返半個百分點。歐元區18國今年可能會係6年之內第3次陷入經濟衰退。2014年第二季 GDP 對比返第一季，德國同埋意大利都係負數，法國就零增長。講到經濟衰退，好多人就以為係 GDP 連續2季倒退咁簡單啊！對研究經濟嘅人嚟講啊，經濟衰退嘅意義啊，係經濟活動持續減少幾個月。經濟衰退嘅意思就係消費疲弱、生產減少、企業盈利倒退、政府稅收減少。如果冇辦法阻止經濟衰退嘅話，結局就會係大蕭條嘅民不聊生啦。歐元區嘅第3大經濟體系意大利正式陷入衰退。歐洲5國採用歐元。對佢哋嚟講咧，歐元嘅匯價太強啦，打擊出口，工業生產下降，令到經濟長期衰退。意大利嘅工業產量對比2007年啊，下降咗1/4，真係冇咗一橛㗎。6月份嘅失業率係超過1/2，年青人嘅失業率係4/3。除非歐洲5國脫離歐元區，事實上佢哋早就應該咁樣做㗎啦。否則嘅話，經濟大蕭條係無可避免嘅。對意大利嘅年青人嚟講，經濟大蕭條已經出現㗎啦。德國嘅經濟收縮係出口帶動嘅，德國嘅出口市場經濟倒退，德國嘅出口減少，自然就會跟住出口市場一齊經濟倒退嘅。相信中國啊，遲早都會出現類似德國咁樣嘅出口帶動型經濟倒退嘅。中國出口大幅度轉差嘅話，本來已經係死下嘅樓市又會全盤崩潰嘅，連帶香港嘅樓市都會受到影響。日本人口老化嚴重，應該減少財政赤字同埋減稅，將政府嘅規模收縮嘅。但係日本政府竟然啊維持龐大嘅赤字預算，仲喺愚人節提高消費稅3%，核心通脹就上升去到4%，實質工資就跌咗4%，嚴重打擊消費。日本經濟之中有60%係內需，消費疲弱就係經濟倒退。日本增加消費稅唔係淨係將日本經濟推向衰退咁簡單㗎。意大利嘅經濟衰退係日本經濟倒退嘅連鎖反應之一。調翻轉嚟講啊，意大利經濟衰退亦都會令到日本出口減少，形成惡性循環。咁樣嘅惡性循環啊，係一發不可收拾㗎。歐洲同埋日本嘅經濟倒退係結構性，好難有得轉變㗎啦。美國嘅靠 QE 撐咗一段時間，中國靠增加內需亦都撐咗一段時間。全球主要經濟體系一半死撐住，另外一半就已經冇得掹㗎啦。全球經濟而家其實係好脆弱嘅，地緣政治同埋全球氣候不停惡化，再加上聯儲局好快就要加息㗎啦，相信壞消息會陸續有嚟嘅。我唔明白呢個時候點解有香港人咁大膽去買樓供樓。好啦，咁啊，楊偉龍提出咗好多數據話俾你聽咧，經濟唔係咁好啫，全球經濟麻麻地啦，美國叫叻啲咁多啦 GDP 增長嗰度，但係嚟講咧就話你好歐盟入邊好多歐元區嗰啲都麻麻地嘅啫，而中國亦都係麻麻地嘅啫，咁啊大家要小心咯。如果你話即係經濟一唔好嗰陣時，好多嘢收縮啊，呢個泡沫係咪已經俾量化寬鬆嘅貨幣政策會真係因為咁爆咗落嚟咧？大家小心。